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接续着八福之后，我们要来聆听我们基督徒的本色，求主的灵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进入真理，行真理，活出真理，照着真理而行。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姐妹平安，新年恭喜哈！我们今天的圣餐礼拜，我们继续来听登山宝训。耶稣在八福之后提到我们基督徒的本色。其实这段圣经大家都说世光跟地盐，其实这里耶稣基督讲到4个比喻，说我们基督徒的本色是地上的盐、世界的光跟点着的灯，还有山上的城，有这4个比喻。那耶稣用一个象征的手法来告诉我们基督徒的本色是什么。因为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其实是在加利利海的旁边的一个山上。我们知道加利利海那里的渔民把鱼一打捞上来以后，他们在旁边有一个盐城，所以他们就在那里把鱼腌好保存。那湖边的山上有山城，那个山城晚上的时候，因为山城有灯光，所以湖边的人都看得很清楚。那耶稣基督就就地取材来告诉他们说，我们基督徒的真正的本色是什么？就是这4个，就是地盐，然后呢世光，还有点着的灯、山城，这4个比喻。而耶稣基督讲到的对象是你们，你们是什么呢？就是听八福的那些人。换句话说，这里是指着所有听耶稣教训的人，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，都要成为光盐的见证。好，那我们来解释这一段经文第2部分，地上的盐。那地上的盐是怎么解释？通常我们都很了解，因为太了解了。但是根据13节，你们是地上的盐我们的和合本翻作世上的盐，其实希腊文是地上的盐。然后路加福音14章的34节跟35节说，如果盐失去了那个味道，连堆在粪里也不行。那到底是什么呢？原来在圣经的时代，那时候的农村的村民，他们是用公共的灶来烹煮他们的饭食，在灶底下有盐块那个盐块是什么？是跟那个骆驼跟驴的粪和在一起，然后把它晒干。然后因为盐有催化的作用，使那个粪容易燃烧。那个亚兰语耶稣基督时代是说亚兰语，亚兰语的地跟灶是同一个字，所以地上的盐就是灶下面的盐。那失去了味道，那用久了就失去了那个催化的作用，那只好呢就抛在烂泥当踏脚石，这是当时的背景。好，那可是盐失去了味道，不只是做灶的那个盐而已，在现实的生活中，那从圣经的背景，我们知道盐有净化的作用。出埃及记第30章35节，犹太人知道盐是白色的，是象征的纯洁，所以他们在献祭的时候用盐做献祭，那表明纯洁。那盐也可以做来防腐，盐不能使腐败的东西恢复新鲜，但是它能够阻止那个腐败的扩散，它能够使完好的部分显出来，然后呢防止继续腐化，然后保存。那盐也用来立约，盐约立约表示那个约是恒久的，是保存到底的。其实圣经里面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盐的最重要的作用是调味，福音的比喻也是用调味。那盐如果保持咸味，就会发挥作用。而那个盐呢，不但是保存食物，更是调味。所以在释经学的历史当中，他们把它当作智慧的象征。那根据马太来说，
这个智慧就是上帝的话语，就是福音，所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而是具体的生命表现。那天主教到现在，他们在那个为婴儿洗的时候，他们会给婴儿吃盐，吃一点盐。那有些婴儿吃了盐就好高兴，然后就会在舔。有些就哇就叫起来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有的吃得津津有味，象征那个有的呢就放声大哭？其实盐不是你空口吃的啦，盐要混在食物里面才会有味道啦。所以耶稣说你们是地上的盐。所以呢，其实呢，盐的意思就是要混进人群中，作为一个调味的作用。那我们以上的那些每一个功能呢，其实呢，耶稣基督讲的都是提到基督徒的有好多的面向。那一旦盐失去味道、失味的亚兰文，跟那个变得愚蠢的亚兰文是同一个字 ，pale 这个字，就变成一无是处。它就没有用途，抛在外面任人践踏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当堆肥也不行啊，那个会把田乳化，乳化了以后，那这田呢更糟糕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就在地上做那个铺在石头上面给它践踏。他说意思是说一个愚蠢的门徒对世界是没有影响力的。基本上干净的盐不会失去咸味的，可是从死海那里捞出来的盐，或者从山块出来的那个岩石的那个盐，它们一旦氯化氢，氯化钠，对不起，我说错了，氯化钠如果溶解了以后，慢慢的就不咸了，盐失去了咸味，只要是因为受污染不纯洁，失去功能就变成废物，只能丢弃。他在这里很清楚，马太是在警告我们所有基督徒，要活出盐的本色，来给这世界调味，让这世界来保存生命的真谛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基督徒如果被污染，那我们就一无是处。所以这句话原本耶稣基督是在某一个场合讲的，那初代教会呢，把这句话，就记起来，然后反复的思想。他们这个共观福音的作者，就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的作者，就用在各种不同的实况当中。那我们今天的实况里面，马太是来警告教会，要在现实生活中不要被世俗所同化。所以福音书里面，马太福音里面有说，那个按才干受银的那有一个那个得1000两银子的人，他跟人家没得比，觉得人家5000两，人家2000两，我只有1000两，觉得很自卑，就埋藏起来，结果这个人就被怎么样？是自暴自弃。所以圣经上就用这个盐失去的味道来形容基督徒，如果自暴自弃，那个自甘堕落。这种人不是被上帝所丢弃，是自己走上绝路，这是不好的这是警告。好，我们既然看了盐以后，我们来看世上的光。当我们把这些意思了解以后，我们再来看怎么应用。世界的光，这是犹太人非常熟悉的，因为耶稣的门徒就是犹太人，他们听得懂，因为他们在以赛亚书里面就预言了以色列人要做世万民的光。这以赛亚书42章第6节，49章第9节，犹太的拉比，他们也把亚当、亚伯拉罕、摩西跟弥赛亚都比作光。那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12节说：“我是世上的光。”但是这个任务已经交给基督徒了。耶稣对基督徒说：“你们是世上的光。”言外之意在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基督徒是这么尊贵，我们不亚于圣经里面历世历代以来上帝所拣选的古代的圣贤，我们也迥别于犹太人，我们是世上的光。好，那光是什么的作用的范围是什么？是世界 cosmos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是时代之光，乃是世界的光，包括我们的见证应该达到世人，那个世人也包括一切受造之物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基督徒美善的行为，不只是关爱世人，也关爱我们整个地球、整个宇宙界，包括环境。然后这段圣经里面说，还有一个名词叫做山上的城，
耶路撒冷是3层，如果我们有机会到圣城去看，你就知道哇，那是一个在众山的平台上面，非常的美。尤其那个耶路撒冷很多都是用那个岩石这样堆砌起来，那个太阳光起来，那个闪烁的那个照耀很美。所以他说，我们这些基督徒们就是世界的光，要照耀世人。那世上绝大部分的人都拒绝接受福音。那福音的作者马太福音在这里就结合了盐跟光的比喻，换句话说，就透过我们基督徒的团体的生活方式，在世上去做见证。好，在这里还有第4个，一个是3层，再还有一个就是点着的灯。人点灯不会放在斗底下，而放在灯台上。我们现在人没有看过灯台，也没有看过斗。斗就是米斗啦，米道啦，在那个盛米的斗，在犹太人的斗是大概可以装9斤。那我们台湾的那个1斗米的斗是11斤半。我们家以前卖过米，我知道那个米道。点灯的人绝不会把那个灯用米道就把它盖起来，一盖起来就熄掉了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万一你把它盖起来，那个灯台太大了，还在烧的话，就把你的米斗都烧坏嘛。所以没有人会做这种事。而初代教会的作者呢，耶稣听过耶稣基督讲这话，然后他们也是这样子。马太呢，就把它应用在他的团体。我们知道很有趣马太的团体是一个蛮有钱的团体。跟路加不一样，路加的教会是很穷的，所以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。那马太的那些团体很有钱怎么说贫穷的人有？我们上礼拜讲过，他就说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。好，那马太把它用这说，你们的光也这样照在人前，点灯的目的一定是照耀，没有人会放在斗底。好，当谈完了以后，耶稣基督的重点就不再讲说你们，而是讲说你们的好行为以后就会引起他们，就会引起周遭的人，就会看到好行为，就把荣耀归给神。那好行为是什么？从上下文就知道，好行为就是我们上礼拜讲的那个8福，把8福用具体的行为做见证。好，那这段圣经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我们来谈我们怎么样把这段圣经应用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来反省这段光盐3层跟点着的灯的比喻，是8福后面的总结。好，我们来反省，我们来反省地上的盐。我们有4个角色。好，第一个地上的盐，你们是地上的盐，那盐若失去了味道，这是一个警告。其实我们在这个社会的后现代的时代里面很多人看不起意识形态，很不想再听理论了，认为每一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，所以他们只接受表里一致的基督徒的见证，那个见证才有产生魅力，否则那个福音呢，就是另外一种意识形态，所失去了本身的味道。所以基督徒应该如同光照在黑暗里，如同盐在这个平淡无味的尘世间，让这个世界津津有味，而不要让基督徒觉得很 boring， 觉得很无聊，而信耶稣就很无聊、平淡无奇。其实信耶稣是非常的丰富、非常的喜乐的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盐应用在我们身上呢？来，我们来想一下。第一个，我们来自论，我们有没有像盐这么的纯洁？8福说，心灵纯洁的有福了，清心的有福了。我们是否像法利赛人那样，只注重外表，忘记上帝鉴察我们的内心？我们应当言行一致，我们应该实践我们所宣讲的，而不应该用我们的行为来打脸我们所宣扬的。盐也是保存食物，所以我们是否能够像盐一样保存福音的价值？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刚才有位老师跟我讲说，他以前就问说请问我们中间跟阿公没有跟爸爸妈妈住的举手，哇，几乎2、3个。他说他教书教到末后都不敢问了。我们就问说，请问没有跟爸爸妈妈住的请举手，哇，几乎都全部举手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家庭的价值、社会的价值越来越
破坏了，请问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仍然保持婚姻的价值、家庭的价值、忠信的价值、和平的价值都受到挑战？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尽力的维护，成为这世上的盐？好，第三个，我们想一下，盐能够保存防腐，所以盐能够防腐那个未腐败的部分，阻挡那个败坏的势力，而使好的能够继续维持。那请问，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教会属灵的产业、美好的诗歌、美好的教训、美好的价值传统保存下来，而不是只是追求新的，然后我们把那些美好的？所以请注意哦，基督徒不是传统主义者，基督徒是保存传统。传统跟传统主义不一样呢。传统是意思指着那个使徒众教会在历史上经过了时间的历练，仍然日新又新，那最美好的价值跟核心，我们要保留。譬如说，中国文化要不要保留？那你要看什么文化嘛，对不对？三妻四妾啦，什么三从四德，还有那些不应该保留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该保留的是中国文化那些最美的东西。哇，那个诗词文化里面很美的那些古人道德美好的教训。同样的，基督徒要保留教会美好的传统。传统主义者是古人怎么做，我们就照样做，就变成我们没有脑袋，变成古人的脑袋替我们决定好了，那这是不对。我们的衣着、我们的生活行为都要照古人的。你看美国有没有一个阿米许这个基督徒贵格会的？他们这一派的基督徒是不用电的，因为耶稣没有用电；他也不坐汽车的，因为耶稣也没坐汽车，他们就骑马。全部都照圣经字面的。那活得好辛苦。教会也没有冷气，对不对？他们用扇子这样扇的。这是因为耶稣实在没有冷气嘛。这荒谬。那么这些人叫做传统主义者。好，那盐是用来调味的。请问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让我们的生活跟行为添加味道，让它更丰盛、更富色彩、更可爱？我们早上起来可不可以祷告说：主啊，赐给我新的一天，让我这一天里面充满着主的活力，充满主的恩典、主的慈爱，彰显主的公义？还是无可奈何的说：哎呀，又开工了，过年又开工了，哇，多觉得没戏耶，贵沙等，我都活得很无可奈何。如何做着一个不失位的基督徒，不失位的地上的盐？其实我们的信仰应该跟这个世上的思维、价值标准，跟那些整个运作的法则不一样。所以基督徒是一个实验组，而不是对照组，跟世一样。所以这个世上注重个人享受，贪求金钱、权力跟操控人，我们要拒绝。基督徒应该生财有道，但不是贪婪。基督徒应该追求权力，但是这个权力是服侍人，而不是操控人、玩弄人，这个不一样。所以做地上的盐。所以基督徒，如果我们用慷慨的爱心、热诚的服侍的精神，我们就是地上的盐，防止那个妥协、贪污、腐俗那些让人厌烦的味道、腐败的味道。其实我们要很清楚知道，这个社会真的是功利主义、实用主义，人对那个意义理想越来越陌生，把它当作危险的毒物。所以很多人说你不要跟我谈什么原则啦，不要谈永远的真理啦，教条主义要不得啦。我们要脚踏实地解决问题。生意是生意，对不对？政治是政治，不要再讲太多什么良心的问题。这个社会都是这样子，笑贫不笑娼。请问这些人用各种政治手段有没有解决问题？用急功近利有没有解决问题？没有啦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还是要有理想的特质啦，还是要成为光跟盐啦。那个我们不懂得占人便宜，我们就被人当作傻瓜，说雅斯伯格，对不对？我整天被人家骂雅斯伯格，他说你比柯 P 还雅斯伯格，意思是你干嘛呢？其实，请问这些违背真理的人，真正能够解决问题吗？解决不了问题啦，对不对？今天报纸登那个，我们有一个基督徒当副总统嘛，
好了，最近你被人家骂的要死。他说：“你真的是信教吗？信教人这样做的吗？”你没有解决问题。结果陈建仁副总统在他脸书里面说：“拜托你们嘛，批评我接受了啊，可不可以提出什么办法嘛？进入办法就可以讨论嘛，对不对？”我以前在东吴的时候，那个校长也是被攻击到左右了。他说：“好吧，那你提出方案嘛，好不好？我们具体来做嘛。没有的方案我就去执行嘛。啊，你说光批评我这样做，不对，父子骑驴啊，到底什么样对嘛？怎么做都不对啊！你可不可以提出方法啊？这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这就是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恩慈就是做有建设性的问题，能够解决问题，并且开创新局。好，这就是义人。所以八福是以那个基督徒被迫害、被逼迫做结束，所以我们处在家庭、社区跟职场，我们都要做盐。不要以为做盐人家就欣赏你，都还会受到逼迫。但是我们在逼迫里面还坚持原则，我们就可以抑制腐化，对不对？真的是这样子，真的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再来反省世上的光。基督徒被比喻作世上的光，光比盐更清晰地表达基督徒的日常行为，反映出耶稣基督的荣美。好，如同圣保罗所说的，他说：“你们从前原是黑暗，如今在主里面成为光明，生活就当如同光明之子。”以弗所书5章8节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没有基督徒没有见证，就没有光。那只有在具体的生活的实况跟行动当中，才能够光才会灿烂。那我们就可以成为光。好，那这个光怎么来呢？请问基督徒是自我发光吗？不是。有人说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公义的太阳，而唯有皎洁如入陀，而我们能够使月亮在黑夜当中来倾泻出美丽柔和的银色之光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如同月光，真的月光，然后耶稣基督是真光，是太阳。所以我们外面有光照耀的基督徒，是因为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之光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多读神的话语，读基督的话语，然后学习基督的典范，让基督的荣美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才能够发光。所以我们本身不是光源，我们本身也不是福源，我们本身是祝福者，而上帝是赐福者。所以我们为别人祝福，是引人来到福源上帝那里，领受上帝的赐福。这个观念好。基督徒是光，换句说，基督徒分担了照亮世界的使命。光是为人而存在的，所以基督徒不是很自私，只为自己的得救就好了。真的，哎呀，这一次同学在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的同学，他的孩子考上雄中跟雄女以后，他真的就不想教书了，然后就摆烂。我说为什么这样子？他说我孩子上去了，我努力干嘛？我说啊，这样子哦。他说当然我嫁好就好了。他一退休的时候才几岁？才52岁。我说那你怎么这么年轻？你可不可以协助做义工什么？哎，不要，我只要身体健康就好了。这一次他又跟我炫耀说，他每天都跑6000公尺，然后每天都是什么伏地挺身80下，然后怎么仰卧起坐120下，我整天在炫耀这个。他说我只要身体就好了。啊，很可惜，这不是基督徒的意识形态。真的，因为我们现在人很少燃烧蜡烛，所以我们不了解那个燃烧自己、照亮别人的意义。基督徒的光就是要帮助人。好，第三个那个形象，我们来反省3层。这光的一面责任，可是耶稣基督又讲到3层，3层跟点着的灯这2个不一样。那个城照在山上，是指的教会作为光去产生影响力。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单独造成像城这样的影响力，因为那个城里面有万家灯火，所以那个灯火一照起来的时候，那个光是非常亮的。换句话说，一个基督徒只能在成为山顶上的一个小火把，没有办法成为一座城。要聚集一群人成为团契，才能够照亮广袤无边的原野。所以人从遥远的地方就看见整个山城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教会应当集体在
广义上是本荣光堂，既然要发出荣光，那我们的每一个团契、每一个小组，都是一个小小的山城。这个山城的统治者是上帝，这个城中没有任何的玷污、可憎、虚谎，是集了一群那些蒙恩的基督徒、圣徒的美丽、整齐、光耀跟喜悦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教会，我的牧者是守护这个城的城门，所以我们教会应该是真实的、表里一致的。我刚到那个安树堂的时候，那个有一个工读生，每次在负责点名，他都一直问我说：“牧师，这是几个？”我说：“几个。”他都不讲话了，连续问了5、6次以后，我说：“你干嘛要问我？你这点名的是你，也不是我。”他说：“怎么搞的？你点的数字跟我一样。”我说：“从上面点跟下面当然一样啊。”原来以前的那个都写，居然50几个都写80到100，每次都报虚假。我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，发现我们以前的福音幼稚园是按规矩每一次都缴那个钱。那个时候园长就过来讲说：“哎，你们怎么这么傻嘞？我们都是缴1/20，我们都缴1/40，要缴什么什么啊？那拖延。”结果我们的园长就来问那时候的那个董事长郑宪民弟兄，郑宪民弟兄不可以，基督徒不可以作假别的呢？别的作假是别人事，福音堂、福音幼稚园绝对不能作假。哦，心里面很感动，心里面很感动。我们基督徒就是应该这样嘛，不要在那边讲。所以，我们这个教会就是集体的见证，而不要在那边摆烂跟耍诈，活出来。好，第4个是点着的灯，点着的灯跟3层不一样，3层是集体的见证。那点着的灯呢，就讲到一个房子里面照耀一家的人。3层的比喻是集体的见证，照亮广大的穹苍那个地方。可是呢，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小灯烛，我们就应该照亮我们的家人。如果一个家庭有一个基督徒，全家就得到亮光，在这个家庭里面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。所以人点灯不放在斗底，而放在灯台上，照亮一家人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这样子做，为我们的家人祷告，为我们的家人祝福，然后呢，为我们的家人在那里成为光颜见证，使我们的家庭会更美好。今年我真的很渴望我们教会更多的家庭的兄弟姐妹都能够来信主，自己的配偶能够信主，儿女能够信主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教会真的非常的荣美，真的。所以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把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。我们的华人社会认为为善应该行善应该不为人知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其实耶稣基督没有要我们行善为人知，不要我们去炫耀，但是我们行善别人一定知道，而不用在嘴巴里面讲。那个行善的动机是荣耀上帝，是利益人，而不是在那里炫耀。我觉得那个炫耀，在教会里面不要我在炫耀。我以前我在神学院的实习的时候，有一个长老他某一首诗歌第4部唱得很好，真的我这受不了他把那个麦克风开到最大，然后唱第4部，哇！全部聚会400、500人都听他说的“何等真快乐，何等神教义”，我听得下去，全部都是。全部教会变成何等神教义！我说，领唱的人应该唱第1部嘛，让弟兄姐妹一起敬拜嘛。他说这是我的修长，然后一下来说，丹先生，我是神学生啊，我唱两赞哦。我实在是说第4波赞了，但是这不是会众在唱的啦。还好我是神学生，我讲话很直白，他以后就不理我了。不是这样的。光是照耀人，所以基督信仰的最后的目的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话语跟行动，来我们基督徒活出来，来开导这个世界，成为见证者，而不是给我们骄傲自大、自我膨胀，成为作秀的秀场。做光做盐，这是耶稣基督的要求，绝无例外。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恩典，把这个地盐是光的见证出来。
所以我们要每个人都要祷告说：主耶稣基督啊，帮助我成为地盐，成为世光，帮助我们教会成为山城，帮助我在家庭中成为一个点着的明灯，也让我指示这世界的人，告诉他们应走的道路。整个主啊，帮助我与你同工，与你同行，让我们来影响这个世界，跟影响这个社会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，让我们在家庭中成为一个点着的明灯，帮助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小组、每一个团契，成为一个小小的山城，使我们教会整体成为一个山城，能够荣耀你的名，能够影响整个林雅区、前镇区、新兴区，甚至整个到大高雄的地区。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有见证，让我们成为好的榜样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榜样见证在先，使我们因着我们的榜样，使人羡慕福音，羡慕生命的意义跟价值，而渴望过同样的生活，以至于为我们的榜样为我们铺路，使我们能够传扬福音，把人带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因着这样的盐的身份，让我们的生命更添色彩，让我们满怀感恩的心，让我们为主发光发热，温暖丰富众人的生命。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我们